早晨，我係 AK。早晨，雲妮姐姐。早晨 AK。我最近就去咗日本嘅福岡，咁就第一次去同屋企人成家 family trip， 第一次同哥哥個仔，即係我嘅兒生啦，就相處咗一個禮拜。喺嗰一個禮拜，我完全感受到父母嘅嗰個責任嘅嗰個重大，同埋父母嗰個愛嘅偉大。因為原來養一個小朋友，學生神話齋係真係唔簡單，已經係more than 400萬嘅問題啦。即係嗰個心力去點樣去照顧一個小朋友係非常之難。咁我喺嗰下我有一個覺悟嘅就係、我可能未必生小朋友。即係我覺得依家如果我有小朋友嘅話，就變咗一個小朋友去照顧一個小朋友啦。所以我覺得係對另一個小朋友係唔係咁健康啦咁樣。所以就我覺得要等我成熟啲大嗰啲先啦，先至可以諗呢個問題。其實冇話去咗啲好特別嘅景點嘅，因為真係一個純屋企嘅 trip， 同埋因為有個小朋友，所以就我哋冇 travel 得好遠。咁有一個特別啲嘅景點就係我哋喺福岡度特登 book 咗架車就去咗熊本，就去睇呢一個熊本城，同埋去咗參觀一個海賊王嘅一個像。因為熊本就係呢一個海賊王嘅作者嘅故鄉啦，咁所以佢哋熊本入邊咧有好多唔同海賊王角色嘅像，咁我哋就揀咗路飛個像去咗打卡。我細個其實我中意睇卡通片多過中意打機嘅，真係有好多都好中意幾套啦，龍珠啦、Pokemon 啦、數碼暴龍啦、火影忍者同埋海賊王，呢幾個都係細個影響好深，因為佢哋嘅主要角色咧，其實個性格離不開都係好熱血啊、好樂觀啊，或者係好中意冒險啊，或者係好有呢個拼搏精神嘅一個角色人物設定。咁我覺得我某程度上我自己有時嘅啲人生價值觀啊，可能都係來自於呢幾套漫畫。佢哋入邊都好着重佢哋自己嗰個世界嘅一個公義，同埋一啲對一啲唔公平嘅事情，佢哋係會有感受嘅，佢哋係會反抗嘅。咁我覺得呢一個好擺到喺我平時做人嘅一啲決定上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影響得我幾深。